而家會介紹 XLOOKUP 入邊兩個非必要嘅 parameters，match mode 同 search mode。首先係 match mode 配對模式，我哋嘗試尋找一個唔存在於 dataset 嘅 ID 去進行示範。我哋輸入22100，然後我哋輸入公式，同樣根據 ID 號碼尋找同學姓名。首先選擇 ID，逗號，框選 ID 嘅範圍，逗號，再框選 name 嘅範圍，逗號。if not found 嘅位置唔需要輸入，再逗號就會係指定 match mode 嘅位置。我哋可以見到喺公式下面亦都有提示。呢個 parameter 有5個數值，我哋先逐一介紹。首先係0，代表 exact match 完全相符，呢個係預設值。系統會尋找完全符合 lookup value 嘅數據，如果揾唔到就會顯示 NA 或者顯示喺 if not found 指明嘅內容。我哋而家試下呢個完全相符模式喺揾唔到 ID 嘅時候嘅反應。我哋輸入0，撳 Enter， 見到結果會出現 NA。我哋返到公式入邊，將 match mode 嘅0改為-1，呢個模式同樣係完全相符。但係如果系統揾唔到要尋找嘅資料，就會 return 下一個較細嘅項目，即係往下寫入。我哋輸入-1，然後撳 Enter。今次冇出 NA， 反而會得出一個小於由最接近 ID 22100嘅同學，即係22060呢一位叫 Scott 嘅同學。同樣道理，我哋今次將-1改做1，佢會尋找完全相同嘅數值。如果揾唔到，就會 return 下一個較大嘅項目，亦即係往上寫入。喺呢一個情況下，我哋得到一個最接近又大於22100嘅同學，就會係 Samantha 呢一位同學，佢嘅 ID 係22110。我哋再次返到公式，見到有另一個 match mode 叫做 wildcard character match 萬用字元比對。呢個模式係針對 characters 進行搜尋，唔能夠針對數字進行搜尋，所以我哋用另一個例子去說明。今次我哋用同學嘅姓名去尋找 ID，例如我哋想尋找 Charles Taylor 嘅 ID 係啲乜嘢，先將 Charles Taylor 複製到儲存格，然後我哋同樣輸入 XLOOKUP， 選擇 Charles Taylor， 框選 name 作搜尋範圍，再框選 ID， 就可以揾到呢一位同學嘅 ID。但係如果我哋突然唔記得 Charles 呢個字點串，當所輸入嘅文字不完整嘅時候，預設嘅 exact match 模式會出 NA， 呢個時候就可以用 wildcard characters 去搜尋。wildcard characters 主要有2個，分別係問號同星號。問號代表任何單一字元，而星號就代表任何數量嘅字元。要使用呢一個模式，我哋喺 match mode 嘅位置輸入2，然後將搜尋嘅其中2個字母改做問號，就會搜尋到相關嘅結果。而家如果我哋忘記咗 Taylor 點串，可以用星號代替任何數量嘅字母，同樣可以揾到相關結果。最後我哋返到公式入邊，見到仲有一個 match mode，就係 regex match。呢個搜尋模式更強大，但係因為比較複雜，呢度唔會詳細介紹。如果大家認識 regex 嘅使用方法，都可以喺 match mode 嘅位置輸入3，自己嘗試一下。嚟到 XLOOKUP 公式嘅最後一個 parameter search mode 搜尋模式，係用嚟指定 XLOOKUP 嘅搜尋方向或者方法。由於系統只會顯示揾到嘅第一個匹配項，當資料入邊有多於一個符合搜尋條件嘅數據，我哋就必須正確指明搜尋方向。假設我哋而家想搜尋17歲嘅同學，我哋輸入 XLOOKUP， 輸入17，逗號，框選 age 嘅範圍，逗號，再框選 name 嘅範圍，再輸入3個逗號就會係 search mode 嘅位置。我哋輸入1，然後撳 enter。
我哋使用預設嘅1號 search mode，佢會從第一行開始進行搜尋，所以會得出 Carol Green 呢一位同學。而家我哋喺 search mode 輸入-1，要求系統由最後一行開始搜尋，撳 Enter。今次嘅結果就會得出 Stephen Wright 呢一位同學。Search mode 仲有另外兩個數值2同-2，佢哋同樣係 binary search。一般嚟講，binary search 專為已經按順序排序嘅大型數據集而設計，佢使用更快嘅二分搜尋算法。由於時間關係，呢一條影片就不作詳細介紹。如果大家需要處理極大量數據嘅時候，可以自行嘗試使用。以上就係 XLOOKUP 嘅內容，希望能夠幫助大家。